電玩貓自從喺 YouTube 出咗街之後，瘋魔遊戲電玩界，冇人會知，冇人會曉。FF 嘅點擊率已經突破咗1000萬，幾有霸氣。有見及此，我已經同 YouTube 開始傾偈，可能會舉辦呢一個第一屆 HK GameCat Live Show，咁啊同大家一齊打機，一齊 FF， 咁啊請繼續留意我哋 channel 嘅最新消息啦。又係嗰句，第一隻要介紹嘅遊戲就係《腦部大作戰》，咁咧係講一啲小遊戲啦，咁啊分開咗好多考你判斷力啊、計算力啊、速度，只要玩下呢一隻 game 呢，就可以知道自己叻喺邊啊！咁啊遊戲入邊呢都係啦，有好多用腦嘅小遊戲啦，咁啊介紹翻計數啊、反應啊、考邏輯啊，玩法好簡單，一撳就可以 join game， 一撳就可以挑戰全世界。而我電玩貓都擺下擂台，準備好接受大家嘅挑戰。咁你叫咩名啊？夠鐘咯。又係時候要介紹第二隻遊戲啦。第二隻要介紹嘅遊戲呢，就係逆轉裁判第5集 Objection。咁相信好多人呢都會玩過呢一隻經典嘅神作啦。佢嘅法庭系統啦、劇情啦、人物搞笑設定啦，都拍爛手掌。咁喺遊戲當中咁係玩咩㗎？其實係可以體驗到做辯護律師嘅工作。咁喺法庭上面呢，首先就聽嗰個證人嘅口供啦，然之後再同證物嘅 details 啊嗰啲資料呢，就睇下 match 唔 match， 跟住就揾出中間嘅矛盾。跟住再沿住嗰個故事去抽絲剝繭啦，咁啊揾出幕後嘅真正兇手，為我哋嘅受害人洗脫嫌疑，伸張正義。咁啊有啲人呢都係唔明嘅，咁啊舉個例子啦。喂，電玩貓，有人話喺街度同你打招呼，你唔理人噃。呢個時候我就會話 Objection， 我電玩貓自己啲片係一向都唔出鏡。唔信你睇下，咁喺條街度邊有人會認到我啊？其實計我話，你就係真正嘅兇手。咁如果大家係對呢類遊戲啦係有興趣，咁啊新手未玩過，咁可以喺備註嗰個網址度玩下一個 Flash 版嘅中文版熱下身。咁啊就算你唔識玩都唔緊要嘅，因為遊戲裏邊呢係即係嗰個遊戲嗰個網頁裏邊呢係有攻略嘅，咁啊大家可以 try。今日又到咗呢個廢噏環節，今日嘅 topic 就係講地獄黑仔王。如果有一日你唔好彩成為咗黑仔王嘅話，嗰排事事不順，咁啊自己個人心得啦，盡量呢都唔好同人有咁多接觸。因為好驚，有時人哋唔知你心情唔好啦，咁一講幾句可能唔啱聽嘅說話呢，就爆噶啦。咁如果可以嘅話呢，就即係用盡一切嘅方法啦，就係揾個樹窿先，認真嘅。咁啊最好係講出嚟，咁又或者用任何途徑發泄出嚟啦，寫又好，打字又好，咩都好啦，總之都自己鬆下先。咁其實咁一個人嘅容量呢，真係有限嘅，大佬。負面能量太多啦，真係會爆。咁同埋我建議，如果你放咗工，如果有 friend 即係聽你信嘅，咁當然梗係好啦。咁如果唔係嘅話，咁我會建議最好快啲翻屋企，做自己中意做嘅事啊。快啲瞓覺，過咗嗰一日佢，令到嗰排嘅時間快啲過。咁點解唔好喺條街度逗留啊？咁可能唔知點解嗰一排咧係好中意有人會即係挑你機，你自己認住嘅人會撞你啊，會即係好似挑逗你啊。如果你身邊嘅人處於黑仔期啊，咁你就同佢講下，其實你而家就好似恒生指數咁樣，
即係跌到落谷底啦已經。咁但係你放心喎，跌到落谷底之後呢，一定會反彈㗎喎。咁點解呢？佢一定會問㗎，你又知，咁你就同佢講，因為你已經跌咗落谷底，你冇得再跌，係咪先？你已經冇得再跌嘅話，咁通常啲恒生指數都會跌到最低嘅時候，一定會反彈。嗱，你唔信你睇下新聞，跌到最低或者跌到某一個位，一定會彈翻上嚟嘅。咁所以你都可以同佢講，放心啦，盡快過咗嗰排黑仔期佢，咁就冇事噶啦。咁啊，我自己都呢排都好黑仔，所以就完啦。最後嗰句都係，家家有本難念的經，係咁。